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6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嘅2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拢是对美国入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在3月底华航在纽约飞转来台湾的迄座飞行机，这座飞行机顶即卖已经有12个人确定防卫着。另外，虽望这2天咱国内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指挥官但市长讲，咱也是无大意的本钱。 国内个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移入，其中第394例捌在3月30为美国纽约飞转啊台湾，被外界叫做上头班机的华航 CI-011班机。这班机有12人确诊，指挥中心已经对全机340人采检，有296人阴性，也有14人检验中。 4月6号、7号有出现一些酸痛、胃痛、呕吐、胸闷、发烧的症状。 那8日、10日有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那今日确诊。另外一个新增加的个案也是为美国转来，第395例伫美国时阵就出现家属脱鼻、流鼻水、加鼻毛这情形。4月13入境时主动申报有症状，由机场采检通报确诊，机顶已经找出21人居家隔离。他前后2排有10位的一个乘客，那他们会居家隔离。 那另外还有机组员是11位啊，也是居家隔离。虽然新增加是个位数，不过指挥官但市长强调，全球疫情依然真严重。短短2礼拜以来，全球感染人数增加1倍，一困头就超过200万，死亡人数也会5万变12万。台湾的防疫工作无大意的本钱。 我们现在看起来整条线，我们是守得还不错哈，像这2天也都没有本土的案例。 好，那但是也没有大意的本钱呐哈。第379例酒店女公关接触者已经采检21人，有17人阴性，也有4人检验中，拢是一场接触者感染源要在调查。目前国内有395人确诊，6人死亡，137人解除隔离出院，其他继续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设计师聂英珍甲网络红人阿弟等一寡人，因做伙发起募款，去美国的《纽约时报》看广告。WHO 毛用13点的声明来回应，嘛强调讲，一直甲咱台湾有保持医疗技术的交流。毋过咱外交部是讲，咱台湾已经连续3冬拢无法度去参加 WHO 是一直甲咱排除在外。 白色空上顶 WHO 因为反应真慢，还有政治干涉所指示的防疫空窗，下骹蓝色的门代表台湾当地建立一个通道、一个出口，对全世界提供上大的帮衬。由设计师聂英珍甲 YouTuber 阿弟等人所发起的募资广告，《纽约时报》则是以全版刊出来，强调台湾 can help 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孤立。发起团队表示，全部媒体敢若是打开始，其他医生的协助全球对抗疫情。目前会有半数左右的经费是会运用在 国内外的援助来对抗疫情，另外有半数的经费只是会用在投放世界各国的数位广告。 总统蔡英文嘛伫人面前分享，而且感谢269控团队的拍拼，台湾民间用广告来积极向国际发声，不离个 WHO 所大动作以13点来回应。其中强调，讲几10年以来，一直甲台湾的卫生部门保持技术交流，而且有邀请台湾的专家参加技术性的会议，无排除台湾。 外交部肯定 WHO 愿意公开讨论台湾参加的问题，不过 WHO 也是无法度拒绝对中国来的政治压力。这寡代志，拢甲台湾会当完整参加 WHO 也有一段真长的距离。台湾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再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被拒绝的比例高达70%。再次的呼吁 WHO 尽速 跟我国政府直接研商，完整的接纳台湾参与包括防疫在内的所有会议。外交部佫一再强调，台湾已经会当向国际来证明讲，台湾会当斗3工，嘛愿意分享防疫成果。WHO 应该保持专业中立，完全接纳台湾。不过美国针对 WHO 伫即届疫情的表现是真不满，毋但宣布暂停金钱援助，包括用温史考特等7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嘛联合发函予谭德赛，要求 WHO 伫27进前提供疫情相关的通讯内容。 而且说明是虾米人负责甲中国协调往来，阁有感受任何领导层级的人员接受薪水以外的经济补偿。最后嘛要求谭德赛出席国会听证会来做解说。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咱互 WHO 排除在外，毋过咱嘛是继续出手，要斗相共别人提供防疫物资，要互国际。除了翠暗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宣布讲，咱要关护咱15个友邦，超过90台的红外线体温监测器。大电视顶边显示超过10个人的体温，这是台湾制造的日常机器，用动态监测10个人的体温。外交部15宣布关护15个友邦，超过90台的日常机器，协助对抗疫情。外交部长致辞强调，台湾一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甲卫生体系以外，这摆防疫提前准备受到世界肯定，并且向 WHO 发话。WHO 应该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台湾将持续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世界需要台湾，台湾不会缺席。Why so many countries have advocated for Taiwan to gain represent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be allowed to lead the battle about the COVID-19? Taiwan helps. And Taiwan is always by our side. Thank you, Taiwan. 台湾展开年度的救援行动，也关乎太平洋4个友邦8万个水岸，按照各国需求提供相关协助。政府对内积极防堵疫情拓开，对外是分散医疗物资，成功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总统蔡英文在顶政府比赛名列全球抗疫表现优秀女领袖了后 ，CNN 也带来报道，顶上 CNN 首页。就总统认为，国际社会能够多次肯定台湾在防疫上面的表现，这是我们全体国民团结一致落实防疫的成果。报道指出，世界各国女性领导人无够7%，不过蔡总统甲德国总理梅克尔、纽西兰总理阿尼丁这7位女性领导人，向大大俄罗在防疫表现比男性更加杰出。而台湾早期有经防疫作为，成功避免疫情大流行，这阵要能力出口几800万的翠暗，和欧边甲其他国家得到世界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已经宣布讲，要暂停捐钱给 WHO， 嘛批评 WHO 拢互中国看起，无尽本分，所以要追究 WHO 的责任。美国总统 Trump 是讲正经的，伊伫咧当地时间14宣布暂停赞助 WHO。Today, I'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Trump 批评 WHO 规个心拢挖向中国，讲即阵政治因素已经超过防疫的专业性。伊毋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也无即时掌握而且分享资讯。伫咧去年12月份就有信息讲，这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不过煞无人重视。即阵全世界有真侪人因为安尼失去性命，经济受到冲击，拢是因为 WHO。The WHO failed in this basic duty and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It's time after all of these decades. 美国是 WHO 上大的金主，2019年捐超过4亿美金，占 WHO 预算15%。即阵美国决定先按下对 WHO 的赞助，一定会让这个组织受到冲击。不过暂停金钱捐助可能只是头一步。国务卿蓬佩奥14日强调，中国的疫情这真相到底是啥物？美国爱一个答案，而且也有意思想要追究责任。国会机关也有动作，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已经写批给 WHO， 要求因爱甲疫情的资料、通讯记录。也有写批往人等等，这资料拢交出来，而且爱秘书长谭德赛落台，也爱伊出席听证会做相关的解说。记者综合报道。失去美国这个金主 WHO 嘛对外回应讲，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好朋友，对美国这个决定感觉真遗憾，嘛希望其他国家赶紧斗相共，把这个健康补起来。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14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援助。WHO 伫15回应，讲美国是 WHO 的好朋友，对这个决定感觉遗憾。We regret the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order a hold in fun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秘书长谭德赛希望其他国家斗相共，也讲即马上重要的是阻止病毒挽救性命。同时讲，伫咧5月尾8日世界卫生大会，即马也无评定疫情讨论事项。有媒体记者伫现场问讲，台湾伫去年12月就警告病毒可能人传染予人。对这个问题，谭德赛是交予其他专家回答。In the first weeks of January, WHO was very, very clear. We alerted the world on January the 5th.
WHO 强调，12月底时阵，武汉就发布真侪非典型肺炎的消息。最后，中国正式确认信息，也指出病毒伫1月初7才发现，已经几路变向各国分享资讯。WHO 公布伫份指南时阵，也讲到人传染予人的风险。台湾要加入 WHO 决定权伫咧会员国，对美国等 WHO 金援，中国再度表态挺 WHO。中方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强调，疫情严重的时阵，美国安尼先做会减弱 WHO 的能力，损害国际对抗疫情的合作，也讲会提供2000万美金予 WHO， 同时否认有暗砍消息。认为指控因无透明、无公开，是侮辱中国人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洲联盟加德国、法国也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遗憾，讲 WHO 需要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203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2000多例，另外咱台湾昨昏是加2例，目前咱台湾有395例，香港有1016例，日本有8000多例，南韩超过10500例，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超过63万例，欧洲的意大利是超过165000例，西班牙超过177000例，法国超过147000例，德国是超过134000例，英国是有99000多例，要挖10万例。另外，伊朗是超过76000例。目前全世界去为着武汉肺炎的人已经超过203万人，死亡人数已经有13万人。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纽约州已经要求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挂喙罨。目前，伫全世界感染武汉肺炎人数已经超过203万，死亡超过13万人。加 WHO 无欢喜的美国疫情依然继续，确诊人数超过63万，死亡28000多人。东西区纽约州虽然最近几天的疫情有小可较缓和，不过场长古莫依然无放松，已经下令自当地时间17开始，公共场所一定要挂喙罨。All people in public must have a mask or nose covering, mouth and nose covering, and they must wear it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cannot or are not maintaining social distancing. 古莫讲，社交距离若无法度维持6英尺，也就是2公尺，就一定要挂喙罨，若无会被罚。伫欧洲部分，防疫表现一直拢正好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当地时间15宣布，后礼拜禁足令会松绑，有一寡店会当开始营业，学校也有期5月初时恢复上课，不过8月底进前依然禁止大型活动。英国是讲，疫情就要挖过高峰期，死亡人数会搁再增加，了后有期会较缓和。不过目前要解除居家令也搁早，意大利一天新增加2667例，搁创1个月来新低。政府已经开始准一寡企业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献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当年马总生这段时间嘛是垦丁选乌生2个日子。拜二暗10时半暝，垦丁管理处发现有56种选乌做伙的生卵，规个大海拢是粉红色的选乌卵。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今仔日要开始逐条审查农民退休赎金条金草案。若准三读通过，明年正月会使实施。重要的内容包含农民甲政府1比1提拨平济的退休金。若是讲30岁就加入到65岁，加上劳动津贴，退休一个月有2万6头领。来看《苹果日报》，受疫情影响，桃园机场这航班已经减9成，一礼拜24这一日，过一日的旅客量只剩669人次。全国坐飞机的人嘛，敢若722个人。昨昏搁较正力，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晡半的人入境是史上头一摆出现0，出国的人数嘛只有100多人尔。2016年台北的内湖发生小灯泡命案，官司拍4档，最高法院昨昏驳回双方的上诉，凶手王景玉依次无期徒刑。小灯泡的妈妈嘛是立委王婉如，伊是表示讲判决无下基态，感觉真遗憾。对于治疗的态度消极，因此再度的发生了高危险的风险，绝非被害家属所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们请求法院给予执行的判决。
去年底伫高等法院经一审言辞辩论时，洪台市的查某囡仔小灯泡的老母王婉如希望被告王景玉被处以极刑，最后经一审依然维持无期徒刑判决。这是最高法院驳回双方上诉，维持王景玉无期徒刑判刑定案。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根据监里面的资料跟鉴定意见，还有医师，还有鉴定人的他们的提出的报告，说被告王景玉只要服药就可控制病情。这阵身为立法委员的王婉如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判决结果无符合期望，感觉遗憾。伫悲伤甲受气以外，会致力改善犯罪被害人甲家属的困境，尽全力来修补社会安全网。而这是凶手王景玉的委任律师黄志豪所一直要呼吁的。蔡英文总统所承诺的社会安全网仍然没有进行。我们对于精神障碍人士的关照，我们对于孩童的一个教育，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等等，仍然迟迟不能进行。黄志豪以个人的身份对案件结果表达意见，伊认为应该对基层教育开始精神卫生甲法治教育，互相关的遗憾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艺文工作者即阵拢无头路。第一批这艺文纾困方案，文化部有收到7600多件申请，文化部讲会赶紧来审查量查拨钱。若未来还有第二批，政府会阁提出52亿。伫咧防疫期间，剧场甲乐团等等的艺文活动，为着配合政策，敢若会当延期或者是取消，嘛互艺文工作者收入受到影响。还佫有工会指出，目前政府各部门的纾困政策，并无法度保障到所有的艺文工作者。保国民年金完全不符合这次劳动部不管是安心上工计划，或是我刚刚提到的每个月1万、最长3个月的纾困计划，这样的人是完全不符合资格的。你无一定雇主，但你还是可以根据你受影响的这个事实来提出申请。每一个人的补助上限是6万元哈，自己申请。第二个是请你的事业在提出纾困补助的时候帮你提出申请。那么第三个是劳动部的方案。文化部长陈丽君指出，针对艺文事业，包括人员薪水、一届性的营运资金甲相关提升计划，每一届补助上侪250万，接案件工作者冇补助。若是目前的艺文纾困1.02算15亿，已经收到7658件申请，预计4月份完成审查。若是艺文纾困2.0，预计4月底公告，新增加37.2亿，和总预算达到52.2亿，而且佫新增加线顶提表的服务。认定他的资格以后，我们就会以艰困事业的专案纾困来补助。那么补助员工薪资40%加一次性营运资金，那他就不受250万的上限。你可以申请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可以申请大型事业的贷款。艺文纾困2.0针对减轻艺文事业的营运冲击，拄原本的11亿补助，佮新增加7亿，佮有员工薪水佮营运补助24.7亿，而且佮贷款利息补贴，佮有家己请用家己的人来入去补助等等的项目，希望艺文产业会当度过这段防疫期，伫未来会当快速振兴。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透早受东北季风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北部、中部低温是敢若12度到14度。严格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回升。北部高温有27度，东部有25度，中南部有30度到31度。今日的天气拢袂歹，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严格爱说是讲，这2天伫咧金门、马祖到大蒙影响能见度。另外，东部以外其他所在空气品质拢无啥好，是伽马式的急速。啊，毋过伫咧新竹甲苗栗中部地区，今日是有机会，有时阵会夹到红色的警示，所以乡亲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南韩伫昨昏举行国会大选，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又讲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会摕到过半的席次。虽讲即届疫情也咧拖，不过投票过程无受影响，防疫措施是真严格，但隔离者、感染者拢有法度投票，投票率超过6%，是创下南韩最近30年来上悬的纪录。选务人员全程挂水烟戴手套，开始开票作业。南韩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15进行，
这场大选被看作是总统文在寅的期中考，因为政府有效控制疫情，为伊的选情加真侪分。 지금 코로나 이렇게 되게 어려운 상황인데도 정부에서 대처하는 자세가 사실 오늘 투표했을 때도 갔을 때도 저 질서 정연하게 할 수 있도록 모든 대처가 잘 되어 있다 보니까는 아무래도 그런 게 많이 반영이 되지 않았나 생각이 들어요. 民众投票时阵，拢爱遵守量体温、打水手、挂水烟加戴手笼，保持1公尺的距离。确诊患者也赶快有投票权，2800位无症状患者已经伫咧顶礼拜六提前投票。一般3000名隔离检疫者是伫一般民众投票了后才去投，而且有特别的投票所或者是通讯投票。 韩国的中选会统计实际投票率超过60%，创南韩将近30年来的新冠纪录。根据国境电视台出口民调的预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所占的席数会当过半，保掉国会上大党。上受到注意的首尔中路选区是2名前总理对决，最后共同民主党的李洛渊打败未来统合党的代表黄教安，黄教安也宣布是党魁。 선거 기간 중에도 코로나 위기의 조속한 극복을 이루라는 국민의 막중한 주문을 절감하면서 선거에 임했습니다. 선거 이후에도 저희들은 국난의 극복을 최우선의 과제로 삼아서 혼신의 노력을 다할 것입니다. 선거 기간 부족함도 많았습니다. 더 정진하고 혁신하겠습니다. 선거 결과와 관계없이 선거 기간 중에 만난 국민들의 절절한 호소와 바람을 잊지 않겠습니다. 自武汉肺炎发生了，真侪国家拢甲大选延期。南韩是全世界第一个照常举行全国性选举的民主国家，真受国际注意。选举的结果也应该让予任期剩2年的文在寅心搁较在。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过去2礼拜，俄罗斯的疫情是直头恶化，确定病例雄冲关到2万例。因的政府即马提出管制措施，若无通行证，袂使出门。警车伫咧路的来回，用放送宣导上新的防疫措施。莫斯科伫咧3月30宣布封城，要求民众除了买物件、带到出去摆设或者是倒本座，尽量踮咧厝的。全国真侪地区也比较排斥。 不过，今年实施2礼拜来，疫情依然是拖了真紧。伫这2天，每天新增加超过2500例，到即马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万，差不多是封城进前的10倍。专家认为实际数字会更加悬。 Третье.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читывать все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ситуации, даже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и экстраординарны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гибко, оперативно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стратегию и тактику наших действий. 为了要做好国家定，莫斯科推出社会通行证，民众才会上班申请摕到通行许可才能出门，包括上班或者是看医生，拢要遵守这项规定。警方伫咧路的时阵，若违反的会被罚。 Ситуация серьезная в стране, нужно соблюдать режим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выходить из дома только п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为了要防止疫情扩散，莫斯科早伫咧1月就决定要关闭甲中国的边界。不过最近伫咧莫斯科的2个中国生理人聚集的市场，所传出群组感染的情形。这款画像伫咧莫斯科封城了，自2个国家唯一开放的边境豪华黑龙江水分河回国，结果颠倒将做中国警方以入的上头来还。 到即马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00例，为当地造成正大防疫压力。中国已经暂时关闭水分河边界，也伫当地设立防层便衣。2国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人员非法越界行为。 即马传出讲有一寡留伫咧莫斯科的画像，2边拢歹产，无法度登记。不过中国依然强调，要甲俄罗斯加强防疫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那奥地利的疫情有较后，已经开始有限度的解除封锁，但是互一寡点啊会当做生意啊。那5月份会轮到大卖场、餐厅甲饭店。因小隔壁的厝边捷克嘛已经宣布讲，若准疫情较稳定，会分5阶段来解除封锁。
欧洲国家奥地利则是解除部分的封锁，温存几啊千间的小型商店恢复营业，成做欧洲头几个首先放松封城的国家之一。Die Berichte, die ich bisher bekommen habe, die zeigen, dass zwar viel los ist, das stimmt, aber dass die Menschen äußerst diszipliniert sind, der Sicherheitsabstand eingehalten wird und die Masse der Menschen auch im Freien wartet, bevor es in die Geschäfte hineingeht. 奥地利在这波疫情表现袂歹，总计去为着病毒的死亡人数是384人，比欧洲其他重灾区较低，总确诊14234例。Das ist die richtige Zeit gewesen. Wir haben jetzt 4 Wochen Pause gehabt und jetzt sollte es wieder schön langsam angehen. Nicht. Online-Shopping ist für mich überhaupt kein Thema. Ich bin eher lieber in den Store gehen und gustieren und schauen, was ich benötige, als dass ich online shoppe. 为了防止疫情失去控制，奥地利学校依然是维持停课，至少搁在1个月。购物中心、大型商店甲座头门店有计在5月初1重新营业，餐厅甲饭店有可能在5月中慢慢来恢复营业。 Co se týká podnikatelských činností a činností spojených s podnikáním anebo činností blízkých, třeba sportovních nebo kulturních, tak jsme je rozdělili do několika skupin a budou postupovat v celkem 5 časových scénářích. 相关即要慢慢解除封城的也有另个一刻，政府预计未来几礼拜实施5阶段分配解除限制，不过强调，这个情形是疫情要继续得到控制，并且维持社交距离，也个强制挂嘴暗的规定。这刻总确诊数是6101例，总计161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发生火灾满一冬，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发表电视讲话，感谢一冬前去拍火去救火的消防人员。嘛讲即马无用得防疫，虽望圣母院的修理工课有成动点，啊，不过5年来会甲修理好势，这个时间表无改变。Nous reconstruirons Notre-Dame en 5 ans, ai-je promis. Nous ferons tout pour tenir ce délai. Bien sûr, le chantier est en suspens en ce moment du fait de la crise sanitaire, mais il redémarrera dès que ce sera possible. 巴黎圣母院一冬前火烧厝，互法国人真伤心。好佳在内底珍贵的物件文物拢有抢救出来。大火了后，有答应讲要捐钱的金额有8亿5千万欧元，啊，不过到今只收到4成的钱。那修理的钱也未收到呀，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修理的工课嘛停工1个月。咁真正有法度伫2024年巴黎奥运进前来完工，嘛可能有变数。 体大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昨暗伫2个所在拢有讲球，而且讲甲真精彩，是拍甲延长赛才拼出输赢。桃园球场这一季的头一战是由乐天对统一，最后以9比8拍赢，开红盘，摕到乐天接手了后的头一场胜利。 会场的表演也要宣导对抗疫情。乐天啦啦队表演水手舞，为乐天桃园这个中华职棒的首战献归序幕。顶礼拜六因为落雨延赛，和乐天的开幕战延到拜3才举行。乐天的蓝鹰轮展现强大的威力。哇！但是这一棒打得很高，很高，还在看着球，是不是长了第9棒恐怖的蓝鹰轮 ？Home run！ 蓝鹰轮把球抛到正边外野看台，这粒2分炮替乐天先提分，也是乐天单独对数第1方。统计也无输人，红宝桥就由陈良基攻做中外野红骨人为赛队拍破阿2立回1分。第7局放炸桃园7比5领先2分，也不过统计也个无拍算被连输。哇！这棒又出局了，还在飞，又看着球，又是上看台，背开后。陈永基甲郑凯文连续红骨人，甲比数力到7比7平手，也和比赛来到延长赛。第10局顶半，潘杰凯攻做中方向的安打，赛队摕到超前的第8分，不过桃园阳春炮高立比。哇哟！结果这一棒是不是要全力支？朱玉贤单场第2局红骨人，甲剑三扭转到第12局，也可要帮助球队摕胜利。这个球还在飞，是界内还界外，超级大号的再见全垒打。第二朱玉贤单场3支红骨人的传赢下，乐天桃园将场9比8赢球，摕到这季的第1胜，也是乐天接手了第1胜。
另外，伫台中伫咧进行的金矿大战，同款是提到延长第11局。富邦悍将攻下超前的2分，虽然最后半局中信兄弟有詹子贤这季的第2支红鼓人，不过由于无法度替球队抢下胜利，最后富邦是7-6赢球，首下开回了2连胜。中信兄弟这季的胜场也未踢到，总教练邱章荣以做教练了的第1胜也搁来等。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国历3月23马祖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专工去拜大甲妈，嘛感谢镇南宫配合防疫，甲妈做出顺进香宴后。挂翠暗手举休，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早起就来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专电挂翠暗，伫咧马祖生即天做回向大甲妈来参拜。台湾就是即天无人确诊，互咱台湾人真欢喜。指挥官陈时中真感谢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甲原本要伫3月中举办的稳景行程来宴后，嘛提起台湾人。虽然目前的疫情是较稳定，毋过也是袂当放零。安今麦个咧努力期，渐渐进入观察期啦。好，若看这有前台湾稳会调，他来考虑安怎来振兴。所以目前并无这个时间表，大家小心来一下。若是大甲妈文景当时才会当开好，但是中共即马工作也搁伤早。虽讲今年文景延期，信众也是伫咧马祖市即天来镇南宫参拜。镇南宫嘛规定讲一定爱挂喙烟甲磅体温，庙内的空间是关制100人。毋过信众真实是伤济啊，要维持社交距离是真困难。但是中嘛一直交代讲毋通客伤我。信徒真济啦，但是管制有量体温、戴口罩，喷那个勤洗手，这消毒水拢有在用。但是大家尽量唔通死客啦同款是马祖信仰中心的鹿港天后宫嘛有真侪信众来参拜。毋过甲演过无共款的是，无看到大型的祝寿典礼，或者是真侪人做伙来参拜。庙方表示，伫咧前一天主持过了后，就举办祭典。毋过考虑到防疫，毋拿流程简单化，佮头一届关庙门消毒，一直到透早6点才开放。刚好今天是妈祖生，所以当然是有非常多大型会群聚的，或是有一些活动的话，我们都有取消。时间会错开啊，有新的来还是会来啊。庙方表示，来拜拜民众甲演过比起来是减要5成。毋过目前伫咧防疫真要紧的时阵，除了提起保持社交距离，嘛要求挂喙烟甲磅体温，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讲，4月20日要进行新北市封城演练。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讲，即卖疫情已经较缓和啊，无赞成这款大规模的演练。防堵武汉肺炎疫情，新北市搁超前准备。市长侯友宜宣布，4月20日要进行兵棋推演。台北市敢是要对你做？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受访的时阵指出，演习分3阶段，为市民作业到特定演习，最后是实兵演习。特定演习的成本较低，要做伊无意见，但是伊无赞成大规模实兵封城演习，防解透是湘北无共调。台北市比较特别，我们台北市还牵涉到很多中央机关，你知道，你也不可能说我们台北市在封城疏散，那中央机关都不处理嘛，会排桌上演习这样。但是在现阶段事实上疫情已经下降的状态下呢，就搞大规模什么实兵封城演习，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大家误会了，这不叫封城兵推，这是一个扩大管制、超前部署，整个社区感染失控，如何更扩大管制，也只是过一个兵棋推演的实兵演练。副市长蔡炳君下晡是到台北捷运去视察，为自动语音买票机到红外线热线相宜，爱台北市防疫措施做到位。因为根据清华甲哈佛团队做伙研究的数据显示，为人甲人接触率暗算，台北市的感染率上悬。嘛，因为大台北生活圈侯友宜真侪届拢做带头的角色，伊即期甲附近的城市像是家人进行区域联防，早起嘛去拜会桃园市长郑文灿，两个人搁做伙示范1.5公尺的社交距离。北桃3都是这个确诊个案最多的，那也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人数最多的。那因此在防疫的经验上有很多值得交流。郑文灿当时强调，20迄天桃园市府会派人到新北市府去观摩演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无共的时阵有无共款的作为，无反对新北市的演练，肯定会当提供经验，予各县市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咱华航因为在防疫物资送去外国，看飞行机，互人就是讲这是中国送的，引起敢要改名的讨论。啊，不过呢，改名是无遐简单，因为牵涉到航权合约种种的问题。啊，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伊讲伊支持改名，伊讲若准社会有共识，政府就应该爱做。伫咧华航的机身未限制，或者是插珍珠牛奶茶烧水，这毋是网友伫咧搞怪，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公布的华航创意日白花草。华航因为在翠岩顶顶援助的防疫物资，向当作是中国管的，引起改名的话题，毛立委扫无共的方案来讨论。有没有机会变成 Formosa Airline？ 有一些识别系统不涉及到航权的。是的。好，那像机身的彩绘。好，这些涂装，您个人对于华航改名这件事情，您的立场是什么？我基本上是支持。你支持华航要改名？对，因为避免引起误会。如果社会有共识支持，部长，我们国际航空来，部长可以代表台湾的识别，来，部长，我们就是要支持啊。针对华航改名的争议，林佳龙表示支持，强调讲成本是第二考虑的问题，而且政府无道理卖出钱。啊，不过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秘书长是中国籍，坚持一中的原则。毛立委认为讲华航改名牵涉到航权合约等等的问题，可能有困难。啊，不过有国际航空法的专家认为讲航权协定面顶未伫咧文本内底指定航空公司的名，敢若需要依备网络等等记录改名就会使。上主要的也是伫咧政治的问题。消失合并或者是存续合并，甚至比如说更名，不会影响到他继续执行这个契约。至多我们就加一个备忘录或是附件，譬如说，被吸收加入新的银行团，所有的契约全部都会失效，必须要重签，不可能的事情嘛。学者认为，讲对华航的财报分析上无四成营收是对中国内的航线，啊，毋过航权是双方协商或者是同意的结果。华航若是改名，未来伫咧航权面顶去互中国钓的可能性真大，若是袂当飞中国的航线，营收一定会去受到真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季月底的5 G 竞标结束啊，有标到的电信业者拢发出讲要伫咧第3季，也就是今年的热天要起股，所以即马当地起基地台5 G 登录的速度大约是即阵4G 网络10倍左右，所以未来伫咧医疗、无人车、无联网，拢会因为5 G 改变咱的生活。无人驾驶的车辆开到路口，拄到青红灯会自动停落来，因为青红灯嘛是智慧的号志。最近这套无人车的系统会伫咧淡海新市镇正式实施，而且唔那是青红灯尔，连路灯嘛拢会当连起你5G。这个是空气品质的嘛，空气品质的 sensor。啊，那个是灯啦，灯可以做远端的控制，它有一个灯控器可以控制。智慧的路灯、智慧的号志，也佮有智慧的无人车，这拢是5G 时代的新科技，而且5G 带来的改变，也佮有医疗。拍了，你有看到那个光源吗？有。技术人员用特殊的机器翕患者的目睭，这毋是眼科病院，这是测试远距离医疗的现场。机器翕到的相片，会当看到像头毛共款遐幼的血管，透过5G 的网络传输。伫另外一个所在，医生嘛会当共一个时间来诊断患者。当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球咧滚价的时阵，5G 的网络嘛展开远距离的医疗，而且免接触的可能性。到底什么是5G？ 就像你马路开得很大嘛，自然你这个不管是车子的速度，或是车子的大小，它在开在那个宽广的这个频谱或是道路上面，它自然速率就会比较快。5G 就是第5代行动通信技术，比4G 的频宽还佫较快，嘛较袂延迟。处理的速度理论上会当达到1秒10 Gbps， 是4G 的10倍。国内电信3雄5G 拢按算伫咧热的时阵开办，比创新以外，嘛咧比基地台建设的速度。这一台主要就是我们基地台的资料处理单元。那我们的左半框是我们的4G 的这个处理单元，然后右半框是我们5G 的一个处理单元。5G 的基地台包含的范围比4G 的佫较细，意思就是需要密度佫较高的基地台，才会当满足民众上网速度的需求。架设基地台这个话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电信业者的一个挑战，因为民众虽然喜欢上网，可是不喜欢基地台架设在我家楼上。
国内的电信业者拢总开1400多亿来抢标5G 的频谱，未来可能会投入更较悬的金额来建设5G 的网络。学者建议，政府应该要善用5G 的标金，专款专用，组成电信国家队。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工业4.0的世代嘛到位啊，学校在推展智慧科技的课程，希望对会着阵。台中市的教育局专工举办机器人的学习车巡回校园，互学生囡仔会当来看讲机械手骨要安怎运作，甚至会当互学生囡仔家己摸家己做。甲抗白插片啊放入去了后，机械手骨结合感测器、人工智慧，也有无人所送大，精准判断物件的色水、形体，也有位置，进行镭射雕刻的作业。台中市教育局最近派这台机器人巡回车伫咧校园巡回展示，小学学生拢抢要看，因为伊毋若宣告工业4.0的世代已经来啊，更较互学生透过实际的操作，认捌智慧科技。觉得很新奇，因为这些之前都没有看过。个人在学校社团就还蛮喜欢这个系列的课程啊，今天又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课程，我就觉得非常荣幸。运用网络技术连接电脑和数位系统，佮甲虚甲实两个系统结合起来，互机组伫咧大环境内底收集大数据，即时监控、沟通、排除故障，提升独立自主运作的能力，达到全面智慧化生产的目标。高中老师认为，工业科技的知识应该自细汉就爱定根。除了这几所本身的学校以外呢，我们也会请在那个货柜的定点的邻近的国中的学校来一起让我们的一个学生来这边做一个体验。这边机械手骨巡回车的教学重点，以技术管理加上实际的操作，每次嘅学生应用智慧机械的思考，也掌握这阵机器人相关的设备，提升应对科技的创作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兰花展览毋是取消就是延期，整体兰花外销减7成，所以民间协会是甲本地要外销，国外一寡较奇卡的兰花，即马拢总摆出来，要互民众欣赏。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加拿大等等国内外的兰花展览，毋是取消就是延期。外销的订单原定一年300万张，2月以来减少7成以上。那因为最近也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变成国际展有取消。那国外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国际展也被迫取消，所以相对间接我们那个订单也很多兰友的花都没办法做外销。台湾兰花产业联盟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必昌表示，伊规气甲这花拢摆出来，互民众来欣赏。古花14个花蕊模样真奇卡，其中吴必昌培育出一种兰花之王加德利亚兰。吴必昌去年入选8大青龙，加德利亚兰就是伊的成果之一。这款兰花一年开2摆，花期大约有3礼拜，是最野目各大花芳。进前去国外参加展览，都真受欢迎。那加德利亚兰就是说，我们缘由是因为我们去国外参展之后需要有订单，有接到订单，可是我们没有货可以去外销。那没有货外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全台各地种植加德利亚兰的品质和它的规格不一，所以变成说我必须要去做一个示范的温室，然后制成一个加德利亚兰生产的 SOP。伫即阵疫情小月，伊嘛正拍拼咧推出新的品种，甲研究量产的方法，为后一波景气来的时阵做准备。伊兰花园有带牛鳞香的兰花等等特殊的品种，嘛正欢迎民众趁即阵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大架车因为有时也会死角甲内轮差，有时交着拢毋知，所以不时嘛会发生车祸。交通部即阵已经要求新出厂的大架车拢爱到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有到才有法度领牌。这个系统即摆嘛是验车的项目。大型车因为车身长、死角多，用路人若是伫咧路边无注意，可能一个无细致地去互灯管的大型车弄着伤，甚至死亡。像这款的交通意外不时就有，为着避免类似的事故搁再发生，今年开始交通部规定，只要是新出厂的大型车，包括总重量3吨半的大货车、5吨的拖车，也搁有12吨以上的大客车，拢要加装行车视野的辅助系统，若无装就无法度领牌。主角是从角落有时候前面看不到嘛，前面看不到，这样
在巴士界有看得到。我们一般的标准型呢，就是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镜头，然后车内有一个显示荧幕，这样就可以了。那另外我们也有简易型的，简易型就是在右边只要加装一个近侧视镜，还有一个雷达。车身的正边除了爱加装一块目骨面也搁爱到雷达和警示系统才可以。公路总局也授权予大检厂验车，也提供民众变更检验的项目，予民众更较利便。拆掉你的备胎架。拆掉防撞杆，还要拆掉车顶架，或者是你的棚子、尾门，或是变更颜色，那个都可以在代检厂来办理变更，不用带监理所来办。其中总共有9项。公路总局也提醒驾驶，就算讲大只车有加装防死角的警示系统，驾驶伫咧转弯的时，也是爱甲速度放慢，也爱注意车身的四周围是毋是有安全，才会使真正降低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工业园开发出快速体检检测仪，1点钟内就会使检出病毒，准确度有90%，按算伫今年7月份要大量来生产。甲病人的检体放伫气管内底，再搁放伫检测机器，大约1点钟就会使知影讲病人是毋是确诊。原本至少需要48点钟变做1点钟，也能提早掌握症状也未发生的检测机，检测出是毋是带有病毒，准确度达到90%以上。大概在1个小时，包括前处理大概20分钟，我们检测时间大概40分钟，整个检测的时程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就可以知道它是阳性还是阴性。在利用核酸放大的这个机制下面的话，可以达到快速、高灵敏度的早期检测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利用4G 的开发。跟我们最小的这个 PCR 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开发结合在一起，可以达到行动检疫的这个目的。快速检查传出好消息，药物开发也好消息。中兴大学甲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合作，发现破坏冠状病毒的血抗2倍结果，应有效抑制病毒传染，应提供未来开发抗冠状病毒药物的策略。这个药物呢，它可以把病毒一个重要的蛋白核壳蛋白。然后像手铐一样把蛋白抓在一起，那抓在一起之后改变了它的构造，那改变了它的构造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个蛋白呢在细胞里面严重的聚集。那聚集之后呢，这个病毒蛋白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之后呢，而达到抑制病毒的这个目的。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摊开，药物甲疫苗研发以及安怎互病人的检查更加准确，会成做即摆防疫关键。台湾有过去的 SARS 成功经验，相信会成做即摆全球防疫上非常重要一份子。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是加2个对国外带病入来的病例，即讲拢无本土病例，看起来咧疫情亲像有较缓和。不过国内专家是提醒讲，防疫千万唔通放冷，因为咱国内佫有10个病例是也未找到感染源，若是斟酌较伤，嘛是无法度遐尔乐观。国内伫冷了1个月过了，就是佫出现无新增加病例。不过国内专家讲，这只是部分好进前的零症。现阶段虽然暂时阻挡境外移入，不过目前国内依然有10例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显示社区群组感染的威胁依然伫咧，民众也是要注意。有人感染源不明，就代表是有人感染给他，那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个人会不会只感染给他，而不感染给别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根据统计，国内确诊的病例内面，境外移入占80%以上，以欧洲、美国上多。虽然旅客伫咧上飞机之前，拢会要求爱写健康声明书，若是有发烧就袂当上飞机。医生建议，若是旅客有其他落塞等疑似武汉肺炎症状的，也要做人通知，以避免防疫出现浪胖。若是安全的人，会让事后追究。所有的症状都应该填上去啊，包括腹泻、全身倦怠，然后包括比如说味觉、嗅觉的异常啦。甚至结膜炎啦，这些都应该填上去。反正你把可能症状全部填上去，让他去勾选嘛。那如果他有勾到会亮起一个警示的话，就代表这个人要特别留意。专家有估，搁再过2-3个月正热热天，全世界疫情会较缓和。不过秋冬如果迎接后一波疫情加季节性流感，所以要避免发生大规模群聚，上好是暂停所有大型的集会活动，等待研发出疫苗加治疗药啊了后，才能稍微较放松。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正心息，来看外国伫咧做防疫，因是安那过日子。英国宣布讲爱居家隔离，学校停课，民众袂使出门。爸母甲囡仔24点钟连做伙，带囡仔是带甲有时拢会感觉讲，家己拢无法度休喘。所以即马伫咧网络有真侪运动甲教学的影片，互家长会使带囡仔做伙耍、做伙学、做伙度时间。 My name is Megan and you are watching Fairy Fitness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be learning the Macarena. 查某囡仔真注心伫看桌顶的电脑，对影片内底的老师做动作，伫咧桌仔头前跳舞。过无偌久，查某囡仔阿兄嘛对咧加入来。新冠病毒的疫情伫咧欧洲国家滚价，英国首相强生顶个月20日开始宣布实施3礼拜强制居家隔离，为着要疏解带囡仔的压力，各种团体甲部落客拢发起活动，互爸爸妈妈会当因为因来得到休困的时间。像讲旅游网络行销专家托马斯就经营一个女性的部落格，来甲囡仔佚佗。The idea behind the group, which is called Happy Hour at Home, is to try and give women an hour off a day by giving the children a creative, crafty type activity every day. 另外，原本伫咧印度因为执行海洋探索任务的科学家露西伍德，因为疫情限制伊的研究活动，所以伊就归去甲海底探索工课当作是教学课程，提供予即寡囡仔一寡特别的线定科学课程。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he deep ocean and seamounts. So we're going to be exploring what it's like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especially in the deep sea. We're going to be thinking about seamounts. These are our mountains under the ocean. 英国真有名 YouTuber 乔维克斯是一个健身教练，逐工透早拢会有30分钟，专门替囡仔来设计运动课程，所以嘛成超过200万人来看伊的直播。Remember, this is every day at 9 AM for children, school kids. Parents can get involved. If you are at home and watching on the sofa, jump up, join in, have some fun together. 目前，这个健身教练嘛保证讲，会甲伊甲囡仔互动的这30分钟的广告收入，捐出来，互英国国家卫生局来斗相共政府进行防疫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全世界即阵敢若剩南极目前无武汉肺炎的病毒甲疫情，为着保持这个记录，当地科学家同款是保持社交距离，较卖规定做伙，卖定期做体检，防疫的工课拢总照起工，一项拢无减。南极互人的印象，除了是规年拢是冰甲高原，也有周边海域世界沿看到的冰山，当然也有徛过海狮、海象这野生动物。几十年来，这是被少科学家研究极地生态甲气候变迁的重要据点。40个国家伫南极设立科学研究站。伫南半球热天的时阵，只有4000人；冬天是减少到1000人。因为是伫纬度上悬的所在，每年4月到8月是樱叶期，也就是将近5个月，完全拍无日头。就算最近这几年来，南极观光慢慢流行，有的坐游轮坐南极海域，有的甚至登陆参加活动。到3月活动全部结束。今年拄到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外来游客停止入境，意外减少南极的防疫压力。Y creemos que obviamente para alguna base podría ser devastador. No tenemos la capacidad de hospitales que tenemos en otros países. En Chile continental sudamericano, por ejemplo, tenemos en todas las regiones capacidad para enfrentar el virus. En la Antártica no. 要互伫南极的科学家、研究人员甲驻军避免感染，也是爱护防疫措施。比如各国的基地之间原本定期会办各种运动比赛甲联谊活动，一方面活动筋骨，一方面做好关系，即马全部禁止。另外，亲像各国普遍的社交距离规范，伫南极每一个基地也看得到。毋过有科学家烦恼，各项防疫措施可能妨害南极基地研究任务。比如为研究暖化甲气候变迁，研究团队爱定期到现场进行测量，测量机器也爱定期检查，确保收集到正确数据。确实因为防疫措施地处参与的时间无同，对长期的科学研究反倒当然是不利的。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透早受东北季风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天气有较寒。毋过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各地温度会豆豆回升。伫咧南部，高温有30度，有小可亲像热天。即阵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有27度。
中部温度上加14度，上悬有29度；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31度；东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有26度。最后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今日顺心，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